这
大家平安。平安。咱首先上咱的手机啊，甲关静音，咱来开始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阿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画面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春天烧热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园内清晰的果子，逐项是主造伊。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5首。春天。
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都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伫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工来启应上帝的话，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第2，也就是诗篇第1篇，伫个新信息的后壁999页，999页显着咱三工来启应。无趁歹人的计谋，买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无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数。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你是早知、现在嘛知、将来嘛永远知的上帝。阮感谢你看顾甲保守，时间过了真紧，已经来到3月第1主日，求你教阮怎样算12个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爱惜光阴，努力为主来做工。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阮要用阮的喙大大来感谢你，阮要伫众人的面前来学努你，求你感谢阮，互阮的心思意念甲所行的拢会当一直帮助阮去听迄会看到的兄姐，才会当来才会当来听袂看到的上帝。上帝啊，求你也看顾今仔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姐，求你甲因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赞美，今仔日要赞美的是上帝的羊羔。
咱真感谢余阳兄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要考考的圣经是新约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约翰福音第1节到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和合本是142页，汉语本是117页，现代中文版是163页。我实实甲恁讲，入羊条无对迄个门来对别所在搬过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过门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随命叫家己的羊，带因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互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缀伊，因为认得伊的声，决断无缀生份人，就是闪避伊，因为袂认得生份人的声。耶稣用即个比喻甲因讲，因毋知伊所甲因讲的是啥物。第7节，所以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既若踏生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着救，搁要出入也要得着草料。贼来，无毋是爱偷、爱杀、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以上愿上帝听喊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信息，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我就是门，请牧师。各位学生大家平安。咱到伫3月时，咱知影即马气温的变化，每一天拢变化真大。想大大出日头，咱感觉小可烧热，但即马无日头，开始咱去开始感觉冷冷。看电视的即个新闻报道的气象，嘛讲着讲有时阵一天甲一天温度的差别会超过10度，所以咱拢知影，咱中间有兄弟，因为身体欠安，一个主一礼拜需要伫厝里休困，也有诶是因为有重要诶事务，爱出外，也是讲咱名义长老，伊讲伊有一个长辈，今仔日是即个办即个告别礼拜，所以伊也爱出外，等等诶代志。所以咱特别爱伫遮，咱也爱为着今仔日无到咱中间的遮的兄弟，为着因祈祷。无论人伫倒位，上帝的关联拢甲咱做伙伫地。虽然讲咱意爱做伙来敬拜上帝，但是咱伫敬拜上帝的中间，咱特别也爱为着才会无办法来到咱中间的兄弟，为因迫切祈祷，求上帝亲自带领，也求上帝来看顾因。同时也求上帝的圣神，甲咱做伙伫地，伫即马的一个信息分享的中间，所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守护阮你的话，互阮会当对伫主你的话，阮听见你迄对阮讲话，也因为有主你的话，你互阮知影你爱阮怎样来做，也因为有主你的话，所以当阮感觉头前一路无明的时阵，你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话来敲找向前的方向，主啊！阮自己做伙，阮常时也为着遮个，因为逐项的事，所以无办法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
愿恳求上帝你，亲像看顾带领阮同款，伫即个时刻也甲因同在，看顾因，带领因。主啊，伫即个时阵，阮迫切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对主你的话，阮无论讲的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线接对伫约翰福音来探讨耶稣怎样来自我介绍。我是耶稣伫约翰福音内底的记载，咱知影耶稣用我是羊条的门，我是即个世界的光。耶稣怎样讲伊家己？咱对伫安尼，咱来敲吹耶稣甲咱的关系是啥物？留意下这，伫生活中间，咱常常拢爱通过门。咱进入一个房间，咱爱对门入去；进入礼拜堂，咱有一个门。甚至咱出国，也是对外国转来。咱讲大省坐飞行机出国，咱爱过登机门。咱入境讲国门，入境国门，因为必须爱有即个海关。安全检查海关爱检查咱的证件等等。耶稣甲伊的门徒讲，耶稣讲，伊甲门徒的关系就亲像一个门，咱需要进出即个门，咱需要即个门，伫咱的厝有一个门，亲共款。留意下这，耶稣迄个时代，耶稣讲伊是亲像羊条的门同款。耶稣迄个时代，羊条是啥物款？迄当阵关羊仔的所在，甲咱现代人所理解，即个牧场、饲羊的牧场，迄款有坚固的建筑物。也是有真坚固的围墙，也是栅栏，是非常大的差别。这就是考古学家所挖出来，差不多约略耶稣迄个时代，伫巴勒斯坦、伫犹太地的所在所挖出来，一个羊条的形就是安尼。耶稣迄个时代的羊条，因为因每一个人饲的羊仔，即个畜牧的规模无大，所以咧，拢是用简单的材料，是树枝啦，还是草啊啦，来起的。上加是用石头啊来箍起来。即个真矮的围墙，安尼围起来，就是互羊仔入来了后，至少袂乱走就好，至少袂乱走就好，亲像安尼的设计。虽然讲是真简单的规模，但是咧，伊会当发挥伊的功能，羊仔袂乱走就好。所以咧，即个耶稣迄个时代的羊条，甲咱所想象的牧场差别是真大。然后，迄当阵的饲羊仔的模式，甲咱即马即个人讲现代化畜牧也真无共款。咱想到迦南羊乳的广告。迄内底有饲羊仔现代化饲羊仔的情形，咱会想讲羊条是啥物形？就是安尼，即个有真侪迄个铁栏杆，然后足坚固，
然后有即个放饲料的所在真清气。毋是，迄毋是耶稣迄个时代的样调，也毋是耶稣迄个时代饲羊仔的模式。耶稣迄个时代，因为大家拢是饲无济的羊仔，所以一个雇羊的人所带领的羊群，也毋是真侪羊仔，常常是几若个雇羊的人，然后咧做伙演一个羊条。吼，咱就想象真内底有几若个雇羊的人所带领的羊无共款的羊群，然后拢刻伫真内底。为什么要安尼？我一个雇羊的人，我顾我的羊群，但是我一个人，对无？我一时爱将即只个走偏路的羊仔来甲伊找转来，然后我若去顾即个遮就无人照顾，然后咧野兽来要安怎？也是要偷牵羊仔的人来要安怎？所以咧，迄当阵的雇羊的人是大家做伙，彼此照应，然后咧将羊群拢带来共一个所在。吼，所以咱讲会记节，新约安怎记载耶稣出世迄暝，有一群雇羊的人，大家做伙，对无？因毋是讲你去遮。然后我去遮，大家拢分散，毋是，是大家到共一个所在来过暝。然后雇羊的人，才会雇羊的人就会当大家做伙，彼此即个注意一下，然后咧团结力量大。若即个野兽来，大家做伙来处理。吼，也是讲我需要去将即个羊仔走偏路，甲伊救转来，然后咧，别人就照，帮我顾一下，你帮我顾一下。安尼来饲羊仔，伫耶稣的时代，就会较安全。无共款雇羊的人所带领的羊群，大家组织做伙，需要伙群的时阵，大家契做伙，然后雇羊的人中间，彼此通斗照顾一下。所以咧，耶稣讲什么？羊群认得牧者的声，就是因为安尼嘛。几若群的羊群，大家揽做伙了后，然后咧，今仔日若需要开始出发啊，但是几若群的羊仔，大家做伙，所以咧，羊群爱认得雇羊的牧者的声，所以。即个雇羊的人，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暗号，可能是口哨，也是有出啥物声，然后咧，羊群伊所带领的羊群就认得即个雇羊的人的声，大家讲伊要出发啊，就出一个声，然后才会伊的羊群就会对伊来出发，来对伊来行。这就是为虾米？雇羊的人，伊的羊群认得即个雇羊的人的声，羊群认得牧者的声，因为因当时耶稣迄个时代，雇羊的人就是需要安尼顾，一大几若群的羊群，大家揽做伙，然后大家才会雇羊的人，才会牧者，大家也拢做伙，彼此照应。但是咧，你需要家己出发，爱带领家己的羊群的时阵，羊群需要认捌牧者的声。牧者甲羊群爱建立迄款的关系，所以出一声，羊群就知影爱出发啊；出一声，羊群就知影爱较乖的。这就是牧者雇羊的人，甲伊所雇的羊群中间，即个真特殊的关系。雇羊的人，牧者会为着伊的羊群内底的每一只羊仔来号名，每一只羊仔也爱认得
各样的人牧者的声音，就是安尼。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牧者认得羊仔的名，知影羊仔的名，然后咧，羊群认捌牧者的声，就是对安尼来的。但是咱也要知影，因为你若根据即个考古的即个发现，当时的羊条就是生即型的，真简单，只要互羊仔袂乱走就好。但是咧，安全要安怎？所以咧，羊条的门其实就是各样的人所伫遐来顾即个门。羊条的门其实就是各样的人牧者伫遐固守，伊用伊的身躯来做即个门。所以咧，任何不速之客要入即个门，大先就爱通过即个各样的人牧者即关。所以为什么耶稣用羊条的门讲伊家己？咱来看即个图，你就知影，当即个各样的人，即个牧者伫羊条的门伫遐固守。今仔日野兽也是遮个要偷牵羊仔的人。若要入来对羊群不利，伊就爱安怎 ？Over my dead body 啦，over my dead body 啦，over my dead body 10当前的即个相片，over my dead body 就是即个意思嘛。为什么耶稣用即个羊条的门讲伊家己？你若敢来欺负羊群，就爱先通过 over my dead body 即个各样的人，就伫门口伫遐固守。各样的人就是羊条的门，来保护伊的羊群。over my dead body 这要互你，这主要是要互恁会记一啦会记一 over my dead body 这个羊条的门，这个披露的第一点。各样的人用伊家己的身躯来保护羊群，保 over my dead body 你看这个羊条用石头踢起来、贴起来的一个真矮的围墙，互羊仔袂乱走。同时咧，野兽嘛袂当入来。若野兽也是要偷牵羊仔的人，只有对即个门口入来。但是门口遐坐一个各样的人，各样的人就坐伫门口，要安怎入来？除非 over my dead body。另遐这羊条的门第二个意思，咱知影门是啥物？入门搁有啥物？入门。咱台湾话讲入门，入一个门，入家门是啥物意思？你嫁娶，你进入即个家庭，进入即个家庭。当然，咱即马男女平等，所以查甫人娶某嘛是进别人的家门。你做人的囝婿，你嘛是进别人家门啦。以前讲进家门是讲即个做人的新妇，但即马男女平等啦。嫁娶你就是进人家的家门，所以门是啥物？家的入口，家的入口，一个家的入口。耶稣讲：“我就是门，我就是羊条的门。”第一个意思，伊用伊家己来固守羊群，伊亲像牧者。各样的人用家己的身躯、家己的性命来固守羊群。第二个意思，门就是入一个家的入口，家的入口。咱知影，伫新约圣经中间，羊群常常称做教会的上顶，教会就是属上帝的家。所以咧，当咱信上帝
加入教会，其实咱就是一个上帝一家的一份子，所以咱伫教会内底较会称呼兄弟姊妹，咱敢若会称呼兄弟姊妹。耶稣就是咱进入即个上帝的大家庭的门，因为上帝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通过耶稣伫十字架顶面的死，以及伊的国活，咱才会当有即个机会进入甲上帝建立即个亲密的关系，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也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无论你对倒位来，你的家庭到底是啥物款的家庭，无论你是对社会倒一个角落来，咱大家一教会，因为主耶稣基督，咱才会当彼此称呼兄弟姊妹，有即款特别伫上帝一家的中间，成做兄弟姊妹的关系。这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伊就是门，咱因为伊，也通过伊，咱进入即个属上帝的大家庭。教会即个属上帝的家，其实就亲像羊群，有无相的大甲细，有无相的色彩。咱知影有的羊仔是乌色，有的羊仔是白色，有的羊仔是咖啡色，有的是杂色。咱亲像羊群，有无共款的大甲细，有无共款的色，甚至羊仔嘛有无共款的品种，羊仔也有无共款的个性，但是因为咱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咧，咱因为信仰，咱主内兄弟姊妹，咱有即个共同性，咱有即个共同性，就是咱是信同一个上帝，咱对伫信仰也有类似的人物，咱读的是同一个圣经，咱伫礼拜中间，咱也是做伙出声，也是用咱的行动来敬拜同一个上帝。这就是咱诚做主内兄弟姊妹，咱有即个共同性，即个共同性，信仰的共同性，是互咱会当超越咱彼此中间的无共款。但是约翰福音10章1节有提醒咱，就是难免有人想要照着耶稣以外的手段来进入即个属上帝的家。所以难免，咱知影，有时阵会拄着来教会是要做生意的，难免咱会拄着，为着要做生意，可能是卖厝的，也是卖健康食品的，也是要卖什物基金，煞来到教会是为着即款的代志。但是人爱知影，即款人有信仰以外的个人的企图，这是出对自私自利的动机。到伫最后，往往结果就是互兄弟姊妹得到伤害，互主内兄弟姊妹得到伤害，也是教会的名煞因为安尼煞有歹名声。所以咱第一，咱爱警醒咱家己，咱警醒咱家己。坐伫遮，咱到底咱的目的是啥物？坐伫遮，
咱也爱思考咱所做的每一个代志，敢是会互咱的兄弟姊妹得到伤害。所以我最近也听到啊，就是牧师以前无回过的教会，煞因为一个基金的投资，就是有迄个会友是伫银行迄上班的，煞推销基金，迄个基金啦，煞真侪人投资，甚至有即个经济较无遐尼好的会友。煞将伊所有的存款拢投资入去啦，因为想讲，咱知影人伫愈经济艰苦的时阵，愈想讲我会紧来解决我目前的状况，所以反倒当经济较无遐尼好的会友受害若深，经济好的无差嘛，我一丝啊，我意思甲你买一个，经济较无好的，煞因为安尼。煞后来甚至搁，我听以前的会友搁讲，迄需要教会中职来处理啊。为虾米？因为伊煞本来经济就较无遐尼好，将伊所存的一丝丝的存款，全部投入伫即个基金内底，基金后来大跌，伊煞被套牢啦。所以这其实咱应该，咱的兄弟。伫过去一定拢听过即款的代志，当然咱莫去怀疑咱的兄弟姊妹，咱至少来警察咱家己。第一就是爱知影，咱坐伫遮，咱组织伫遮，咱的目的是啥物？咱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咱本身徛好稳。过来。咱也爱知影，亲像大所提醒的，咱莫因为耶稣讲，才会大声耶稣来的是贼是啥物？讲真负面。咱爱读出来，约翰福音10章约翰福音10章主要讲的是啥物？耶稣讲：“我是门，我是羊条的门。”所以耶稣所讲的是要讲伊家己的身份，讲伊家己的身份，讲伊家己要怎样来做。伊要亲像羊条的门，牧者顾伫羊条的门，来用性命来保护伊的羊群。伊要成做羊条的门，进入即个羊条，拢爱搁经过伊，所以伊。爱咱通过伊来入即个羊条，伊讲伊的身份，伊的作为，重点毋是咱用即个经文去讲你是贼，你是贼，煞变反倒当本来的福音，煞变做祸因，福音毋是灾厄的祸，重点毋是去诱讲，而是去指讲啥物人是贼，啥物人较是耶稣所讲好的各样的人，好的牧者，毋是安尼，是爱咱每一个人爱警醒咱家己，咱每一个人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咱只要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咱拢有机会。咱拢会当进入属上帝的即个大家庭的中间，咱伫遮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咱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咱兄弟姊妹会当真正成做属上帝家庭的兄弟姊妹，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彼此关心。重点是耶稣讲：“我是。”就是遐说，耶稣耶稣讲，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
咱知影草场，咱讲即个吼，即个有真侪草的牧场，即个羊仔食草的所在，咱讲草场，是代表会当得到羊仔会当得到养饲的所在。所以羊群对着顾羊的人来到伫草场，会当得到把助，同时也得到保护。咱即个属上帝的家，对咱来讲，咱西湖教会就是即个草场。耶稣带领咱到伫属伫伊的草场，互咱伫遮，咱基督徒的性命会当得到成长。当然，耶稣所应允咱的丰盛，咱千万莫将耶稣应允咱的丰盛性命，将社会、将即个世界的成功的定义来反叛。咱毋是用社会的标准来看信仰，所以常常咱袂当用世俗所谓的丰盛来了解耶稣所应允咱的丰盛性命。所以常常牧师会讲一个例，咱查甫迄交往的时阵，男朋友女朋友的时阵，可能迄当阵大家拢少年，去食路边摊啊，也是讲去食一个随便食一个粗饱，但是咧甜蜜的要命，你感觉哇真宝贵啊！但是万一关系歹了后咧，就算去吃山珍海味，你也感觉食之无味。什么叫做丰盛？什么叫丰盛？既就亚伯书这款过来人，我会觉得前面那个叫丰盛。咱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就算讲咱物质来讲，用人的标准来看，咱的物质好亲像是欠缺，但是咧，你甘之如饴，安尼这就是真正的丰盛。袂因为物质的好歹，你迄款的快乐有减少什么？甚至你反倒转会感觉更较快乐，因为不被俗事所困扰，你反倒会感觉快乐。咱通过主耶稣所得到的丰盛性命，无错无拄拄的保证有世俗所看重的这个事实、充足，也是这个世俗所看重满满的财富。无拄拄，主耶稣所讲的丰盛，其实是讲到属灵的事，就是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有上帝临在咱的生命的中间，咱会当对伫上帝得到快乐，咱对伫上帝，咱有迄款确信，就是上帝的听袂改变。搁较重要的，因为有上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得到迄个赦免的快乐，大声自我赦免，然后咱会当彼此来赦免，咱无搁活伫对过去的怨恨、对过去的怨叹中间。迄大声就是上帝已经赦免咱，所以咱也爱原谅咱家己，莫搁活伫迄款过去的创伤的中间，然后对伫安尼咱得到快乐，
咱得到信心，得到勇气，会当彼此来下面。所以弟兄兄弟，耶稣基督所讲，这个门，毋是一个只有特殊人物才会当进入的 VIP 贵宾通道，毋是耶稣这个门，就亲像放着欢迎光临的这个塔殿同款，欢迎任何想要甲上帝建立关系，并且意爱要得到真正平安欢喜，甲真正的丰盛的人，来进入这个属上帝的家。所以耶稣就是这个门，咱伫这个门内底，伊保守看顾咱，咱也因为通过耶稣这个门，咱进入上帝的家，咱真正活出主内兄弟姊妹的迄款的听甲实践的行动。所以，咱莫袂记记，耶稣讲，伊就是羊条的门，伊就是即个门。咱通过伊，咱得到看顾，咱得到保守，咱得到伊的带领。伫即个门的中间，咱也真正会当活出主内兄弟姊妹的款式，因为耶稣知影咱的名。伊认捌咱每一个，也愿咱拢会当认得主耶稣的声音，亲像羊群认得顾羊的人的声同款，会当跟对主耶稣基督，到伫伊爱咱行的所在。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通过今仔日阮所读的圣经的经文，互阮体会到上帝你疼阮遮尔啊大，你爱阮，通过圣囝耶稣来进入你的家。你也爱阮，活出勇气，也活出信心，因为阮确信你会保守甲看顾。你也爱阮伫主你的家内底，会当活出兄弟姊妹的款式，因为阮有对你来的疼，诚做阮彼此相疼的动力。阮也有对你来的话，互阮知影你爱阮怎样来实践你的疼。所以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甲带领，也求你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阮认得你的声音，照住你的话来行。阮安尼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599首。无论伫啥物时阵，毋通互苦难赢去，也毋通悲伤失志。有耶稣的疼，有耶稣的疼，着信有耶稣的疼。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599首。
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渔养执事来施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咱今日也欢迎有新来的朋友，欢迎继续来参加咱礼拜的聚会。报告事项，第一项，七星中会北山区将伫第3月初6礼拜3上午11点，伫中仑教会要举办2024年头一摆的区会，也要要代表咱西湖教会出席。第二，礼拜5的查经基督会自3月初2开始，要研读是新约以弗所书，请兄弟姊妹礼拜5暗时7点半踊跃来参加。第三就是本会插画班春季是3月到6月，每个月第1礼拜6的上午10点，伫礼拜堂上课，由江老师来担任老师。第四就是本会要恢复家庭礼拜，若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向牧师也是中级来报告，以便来安排。第五就是本会后礼拜3月初10主日礼拜的题目是耶稣是好牧者，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到18节。信息甲根据咱再起来看，圣讲的事项，本周的交代是宴庆祭，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名义长老。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梁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兄，书献是我本人甲民兵执事。交代是张邦熙兄甲春英杰。插花是我本人，清扫嘛是我本人。咱来看咱出席的人数甲奉献啦，有出入的请向民兵执事，也是我本人来更正。下面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台语我来读2解吼。所以耶稣佫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请。所以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所以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下面请咱互相来请安。咱来吟
上英的诗，圣诗第397首，请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用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请咱起立来吟。咱就爱记住，主耶稣就亲像羊条的门，伊会亲自来顾守咱、看顾咱，也来保护咱，互咱免得拄着试炼，免得活伫失望、活伫怨恨的中间。但是大先，咱爱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爱活出主来兄弟姊妹的款式，用伊的疼成做咱的模范，来彼此相疼，来付出疼的行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